续来看台南，经接到112年的全国运动会，世界金牌的奖励金增加到6度上悬35万，而且特别邀请到嘛是台南人的职棒啦啦队的队长兰兰来担任着选团的大赛，要用甜美的笑容、甲热情的舞蹈为选手来加油。 经过16冬后，台南举办全国运动会，市府团队为了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精英选手，做伙到台南比赛，表现出上好的成绩。特别邀请同款是台南人的娜娜来做宣传大赛。台南 ，Let's go， 挺台南。非常的开心，而且每次下来台南开记者会，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全运会的大使。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选手在场上的表现，然后为他们加油。 首日地主台南嘛宣布讲，这届比赛金牌奖励金要另外增加到35万，是6度上济。离全国运动会10月2日的开幕要50天，市府伫奖金甲精神上拢鼓励选手，都是希望讲大家伫全运会尽全力，并且争取挑战明年巴黎奥运的机会。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